腿安尼真水安尼吼，啊看袂出来是两个看袂出来是生两个囝的妈妈啦。你搁讲落碰过就要中风。你生两个，嘿，你也生两伊嘛个，生两个，嘿。还是破百个主人呢？我是自然的，小疼。小疼，哎呦，因为阮囝4120公斤，公斤，公克。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这个主持人王恰恰。欢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咱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你要进行进前啦，当然我来介绍咱这个台语文的这个专家，那个邓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唱歌乐曲心情爽。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今晚要来介绍今仔日的学员，哈，当然一用台语的自我介绍来班长申请。大家好，我是班长林宗兴，我是高雄人，所以我有南部的口音，南部的口音。搁说落去，要来介绍这两位水姑娘嘛。这两位听讲，因两个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今仔日的介绍方式小来改变一下，麻烦你介绍这边这个。哎呦，好，开始。我甲伊无熟呢。我朋友啦，哈，我的好朋友，严丽婷啊，严丽婷小姐啦，哈，像，嘿，是像。伊真露啦，吼，啊腿安尼真水安尼吼，啊看袂出来是两个看袂出来是生两个囝的妈妈啦，吼，安尼啦，吼，嘿，所以吼，伊安尼水吼，我拢无甲伊斗阵啦，安尼啊加7、8段。你搁讲落碰过就要中风。恁两个毋是足好的，足好的无甲啥物啦，听到，啥物无顺心的代志啦，啊，我会甲伊讲，诉苦的对象，嘿，无毋对，嘿，伊伊是我的所以本寿汤闺蜜啦，安怎？闺蜜，闺蜜啦，闺蜜台语嘿啊要讲讲心事的啦。闺蜜的台语好姊妹，姊妹啊伴，姊妹啊伴，好哦，姊妹啊姊妹啊伴啦。论真人两字免两字免会翻做台语，闺蜜，你这现代词，这现代词啦。现代书。录恁这节目偌艰苦的，因为足侪物件哦，拢是现场创作的呢，拢现刻的。老师的会啊，一直压管啊。哎，歹势吼，咱爱甲少年人斗阵，对，因内底咱两个上济会，你比我较济啦。对啊，对啊。我知啦。来，你对这位姑娘啊，印象上深的一项代志是啥物货？吼，是头一摆，啊，我拄啊，我迄时阵哦，上电视，啊，上电视啦，什么上电视？电视，头一摆上电视，上电视。电视啦，三叔的边啊，上电视。啊，伊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艺人艺人呐，过来。because 我本来讲 because 拢走出来。走投无路。因为迄时阵哦，我拄啊生囝啦，啊我准备要生囝啦，啊我准备买一个迄个 camera，你有迄是啥物录影机啦，嘿啦，放伫咧房间，啊我会使用手机啊看伊啊，有无？结果伊讲要看啥？要看阮囝啊，我想阮囝啊，啊伊甲我讲，看你讲哦，打光，你是要偷看你打歌哦？偷看你伊甲我讲啦。你要看恁囝，伊讲你要偷看恁大哥。系啊，你囝足大个，看你看，你要偷看你打歌吧？所以你爱着恁大哥？无啦，伊爱
死屎啊！我就想讲啊，这查某囝哪会安尼啦？讲话安尼，这查某囡仔，你查某囝，查某囝，像是你的查某囝。查某囡仔讲话哪会安尼啦吼？哟，系啊，当向变好朋友呢。嘿，对伊真个性真狗嘴爱嫁人未？嫁人啊，嫁啥？嫁一个会拍篮球的，拍篮球。拍篮球，拍篮球的啊，篮球哦，拍篮球，拍篮球翁仔的，某感情有好。足缘投的。我问你感情好，你我在想，好，sorry。好。嘿啊，你对这个好朋友真了解啦吼。嘿啦，啊，换你来介绍你的朋友。放过你好，你好，你好我。要中风啊！你介绍恁朋大友。家听伊的声就知影嘛，一定是一个，你知影，逐工食薰啉酒。伊名啦，哦，伊名尤浩如，杨浩如，那袂叫杨浩呆。嘛是会使啦。伊嘛是生了水，我叫你印象，生了水啦。甲伊开讲，因为阮两个拢是妈妈嘛，所以私底下若开讲的时阵，伊会甲我讲啊，因囝甲因查某囝安怎相处啊，安怎伊安怎送伊去上课啊，伊安怎教因翁啊，嘿啊，我听迄内底弦外之音，就是伊是一个好妈妈，小恩之音台语，弦外之音。嫌外嫌东嫌西。你感觉伊就是一个好妈妈。对，因为伊虽然讲爱水，但是若是有因囝的代志，一定走第一。好。较早是报新闻的，敢毋是？对嘿，伊是记者。记者，你记者声来变安尼，闭嘴。我是感冒啦，最近感冒啊。你报新闻捌报过台语的无？无啦，我台语哪有可能？你要试看用台语报气象，最近温度较低。气象，最近的气温较无稳定，早起有太阳，啊下暗的时阵有风较透会吹过来，啊你感觉感觉较寒，啊会记你一个，互你的囡仔带一个外套，啊安尼爱注意，拍破。安尼会使。哇，听恁两个我真正是。我鼻口较好吧，放过。感冒好一说。好 OK，嘿啊！ OK。你生两个，嘿，你也生两伊个，嘛生两个，嘿还是破百啊自然的？我是自然的，你破自然的拢自然的。嗯我足疼呢，哦，小疼。小疼。哎呦，少年人。足专业的哦。因为阮囝4120公斤，公斤。囡仔40几公斤。哦，你搞，功课啦，啊，你是生一头拉骨哟？公克。功课。哦，安尼啊话啊。好啊，你拄啊讲到迄个，你拄啊讲到啥物伊个什么弦外之音，嘿好无？讲你对安尼了解嘿，弦外之音。哦，这个足深呢。你有想要来遐客者无？你老师呢？要喷者，甲你冷静者好。弦外之音，雄啊听无咧有，因为吼头啊足侪问题，我一记，记无着这记无这，你搁想头遐问题，哦，因的问题有够侪啦。问题这咧啊。对啊，弦外之音即摆佫无改。蹦一个吼，大家拢精神啊。弦外之音吼，咱来讲听声尾，声尾，听声尾。声音的尾啊，哦，变做有另外一种意思。诶，所以咱来听清楚，伊到底是咧讲啥话，会听话头，袂听话尾，哎呦，这种意思啦。弦会听外之音。话头，袂听话尾安尼。是。啊，想讲太阳，咱普通报天气个报，明仔载会出日头，会袂出太阳吼。啊，另外就是迄个个问题，两个名吼，炎日顶，哦，杨雨如，用好。雨如吼，这两个名先较注意。是，谢谢老师。啊，另外3个学员吼，来，
伊拄仔讲，你看你头款大官，嗯，大官免来写，大官，大官免来写，大官，你写看觅？大官，就是恁翁的诶，老爸，老爸嘿，毋是我嘿，大官，大官，哇，哇，诶，咱拢莫讲哦，咱拢点点。我唔知呢，我凊彩药呢，无要紧，你看你感觉是对两字？大官，哎呦，诶，诶，大官，安尼敢对？对毋对？我毋知，你请回。好啊，甲恁迄朋友叫过来好唔好？好，嘿，杨丽婷，啊，你写大家，大家哦，大官大家嘛，哦，大，哎呦，这是婆婆啦。哦，谢谢，感谢你。嘿，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是这两位妈妈各生两个囡仔了对大家大官的解说。一些回答的答案，一些答到，这两字是对的。哦，啊厉害哦，厉害厉害厉害，大官因为是厝内面真大，所以大。哦，哦，真的哦。大家是大，哦。国厝内面上大的，所以大官甲大家是安尼写的。哦，是哦。好，大好，你今仔日吼算讲较少年啊，所以咱今仔日的迄个即个小节即个活动吼，内容无共款的。哦，我讲出来了，佮用国语讲出来了，你要用台语甲翻出来了，顺续爱来解说伊什么名？老师，你甲我哭咧。哭嘞，嘿，我说很雷啊！我说很雷啊！我要吃啥？我嘛毋知你要接啥，一个足晦气的意思。足晦气，是安尼吗？很雷，毋是一个足无好的讲法，干嘛呢？很就厉踩到地的讲法。毋是讲人啥物讲啥物，但迄个甲剧情先讲就叫做爆雷，是毋共迄意思？哦，迄是爆嘞。爆雷，啊，很雷，很雷。很雷是无好的譬如啊。讲食到一个餐厅，啊，踩到地嘞，无好食呢。是安尼吗那嘛是雷啊很，雷，是安尼吗？老师，无可靠的所在咧，无代无志，这件代志，雄雄去安去互雷讲着安尼，所以讲你不靠谱啦，不靠谱讲你这很累，就讲你这朋友可能是啥普通空的啦。哦，像你的好朋友安尼，垃圾的垃圾，哎呀，哎，垃圾的所在，垃圾，吼，这条你会知哦？我比你较少年，你讲袂记记，哎呦，好来，老师考了来。我说暖男呐，就是讲一个足甘心的查甫，足甘心的查甫，嘿，查甫，足甘心，足贴心的，大心，大心，足大心差不多这意思的查甫，哦，会过啦，会过，嘿一定袂歹呢吼。我说暖男呐，足甘心，足大心的查甫，所以，对我说渣男呐，我讲垃圾人啊，可以哦。有经验啦。讲家己啊，讲家己安尼，我唔是，我是讲阮朋友，阮朋友，歹朋友，过来这条不太适合雅雅。哦，我说肉食女啊，我讲爱食肉的查某囡仔，你还讲我讲硬啊，这应该不是讲爱食吧，查某囡仔吧？啊，肉食女什么意思？看到口味啦查甫就痛，哎，对啊，看到查甫就痛的查某囡仔，啊，为你讲到这个“痛”的是个恐怖的事。哎呀，肉食女你了解“痛”的意思吗？就是真欢喜，冻袂掉，这点这好啊，解说，这不是咧教歹囡仔读书，老师，你唔敢讲。哎，你是想到写律师女吼，这就是较为日本传出来名词啦。哦，就是讲这个企业家，女性企业家为了事业拢伊咧无用，毋过有伫生理场拍拼官司啊，若看到假伊吼，随甲撞过，无考虑别人，或者是啥有种狼性，狼性，狼啦，
鸭龙爱食肉，所以叫六食乳安尼。哦，不过这其实嘛当用咱台语有另外一个艺术歌叫叫做这查某人真欠卡。哦，怎么欠卡。他是意思较好听啦。不过吼欠卡吼，而且嘛爱甲各位听众朋友小解说一下。伊早讲欠卡无好啦。其实吼，若讲查甫就讲做好，啊，讲查某就无好。像讲吼，长辈威风，精某就下周公。骗小个囡仔拢恁两个生来差济对唔对？因为迄早男尊女卑这种社会观念是唔对的啦。重男轻女，重男轻女这样唔好。所以欠卡嘛是讲这个查某人做牛啊，莫讲口水。是。啊，关于拄仔你讲这个痛字，我来解释就是这畅通的畅，这个的痛。即吼，咱要用真正经的这个这个态度来解说，这个男女之间在做欢喜的代志时，这叫做跳。哦，真的吗？是哦，真正。有这个意思哦。你真欢喜哦。不是，我就是讲是，你有讲有经验哦。你甲拉着双肩啊，甲拉着。每几回拢无要紧，这是真正确的字。我这条唔免经过请教老师，我安尼讲对不对？绝对对。对对。碰个，安尼我想要问啊，讲行敢会使？行是你，行是介意欢喜爱做迄样代志，但是完成叫跳。哦，哎呀，大家做差不多了哈。啊，老师卡落去。哎，我说直播啊。我讲直接播出。我讲直接播出。直接播出。直接录音播出。这是现代书了哈。直接。这是直播。奉上。哎。奉上。就直接奉上啊，把这新闻奉上出去。咱领韩国7-0，大家跟他奉上出去安尼。所以讲个来，大家拢接袂完。拢伊讲吼7-0安尼嘿。啊，毋过直播有即摆就是现场。现场奉上啊。不，你讲现场奉上。1、2、3，我说直播啊。我讲现场奉上。对，1、2、3，我说打卡。我跟你讲，我的家。我来我家。哎，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的家。我跟你解释啊，就好。安尼嘛对啦，安尼嘛对啦。袂歹呢。对啊，有伫介绍内底。是。我讲我伫家。这款现代书哦，安尼可以吗？我跟你讲，我打卡其实无共个意思啦。我上班敢要打卡，哎，所以迄时啊签到。毋过若少年人即摆用的，少年人咧佚佗，无咧上班啦吼。所以若去外口佚佗，哎，看即间餐厅状况袂歹，就紧翕的。啊，外口紧甲弹喙讲，哎，我伫遮，我来啊，我来过啊，迄种意思。画记号。做记号，点油做记号。做记号。哎，点油做记号。点名做记号。另外，较早上班叫做顿卡咯。顿卡。迄卡咯是为日本人来是卡，CARD 卡，日本人发了一个卡咯，所以顿卡咯。顿卡。哦，你有看有低调无？看有红字安尼造出。对。1、2、3，我说矫情啊。我讲你莫个假啊。哦。袂歹哦。是这意思吗？莫个假。是哦。应该是这意思啊。你无看伊拢会甲你认啊？伊配合你意思安尼甲表现得真好啊，莫个假啊。你伫恁厝对恁翁讲安尼？哦，唔敢。我咧外口是大家拢叫是我是母老虎。结果我咧厝是小野猫。大家拢安尼啦，拢安尼啦。喵。1、2、3，我说你不要塑胶我啊。Hello， 我伫遮。Hello， 我伫遮。系啊。Hello， 我伫遮。Hello， 你敢看？我伫遮。安尼倒会起来吗？倒会起来啊。你不要塑胶我的意思。嘿，就，迄意思就是讲，你感觉看我无感。看我啊，动作是无看到。哦，动作我塑胶。嘿，咱塑胶袋啊，塑胶袋。塑胶还是塑胶啊？塑胶啊呢？哦，无注意我。对，你少年来话吼，咱安尼知影就好啊。伊这伊能听话。嘿，所以我若是甲我翁冤家。你莫塑胶啊，就是 Hello， 我伫遮 ，OK，Hello。你莫甲恁翁安尼讲，你莫当作塑胶。系啊，我讲搁咧拍电动迄些啊，倒粪扫的几点啊哦。你讲这句。Hello， 正确的。敢听？
就是安尼用的，卖塑胶啊，好无？我即摆了解你是安尼烧声，就是安尼最好用你的。毋是感冒。你拄仔讲是讲你爱当我有存在嘛？嘿台语要正确要安尼讲是讲，你无甲我放在眼内，你人看我无点。看我无点。我无点。哦，我煞来学这个，来俗语讲了好。啊，这个吼第一届吼来这个五星级的餐厅吼，这个吼查甫朋友吼第一件来啦，来到这个高级的餐厅吼，又搁紧张又搁欢喜啦吼。连面啊讲落起个物件伫涂骹，连面啊落起个物件伫涂骹，连面吼搁撒迄个桌布吼起来切汗啦吼。伊个吼查某朋友吼婷婷吼长白解吼变甲吼对后头壳去啊啦。刷落来发生什么代志呢？这顿饭敢会使顺利甲食了呢？咱来继续来甲看落去。哎，拢几点啊？约好啊，搁唔来啊？真正是啊！哎，头多我哎呀，几点啊？来，这吼！哎，你来哦！来，这，我来讲，这间餐厅吼，足高级的啦吼。今仔咱食的物件吼，拢碰过付钱。尽量点，来，心灵咖啡。小婷婷好进餐厅，好恁气安尼，开甲咧歌啊咧，好诶，恁气有够强诶啦，歌甲死阵安尼，但是吹到够爽快，爽诶。我拜托，你较细声，这是高级餐厅。哦，高级。你安尼写诗写字，你有影？较细声。较讲起来，闻安尼咧卤肉饭诶路边摊诶啊，电风安尼嘶胖，我大条光细条光切干，好诶啊。无共啦，无共啦，无共较细声的啦，吼，你是知影你。啊，拜托，我较拜托你。哦，你实在是，毋是爱卤两都用硬，你看到用毋捌看过好餐厅后啦。毋是啊这，哦，你慢慢安尼。这是这有你用哦。啊，这敢会食钱？涂骹就切咯。哎呀妈！啊，就用诶啊。啊，你实在有影啊？这食两度安尼切咯。正手提刀啊，正手无个鱼蛋倒手。倒手提一个，安尼好好切。你讲倒手摕这个是啥？这是叉子。我叉子我听无啊。哦，拄物件工具。签嘛就好啊，你哦，个。签嘛，嘿呐，签嘛啦，嘿呐。较细声，拜托。这才是记的咯哟。好，你做你无用，你做你无用。来。诶，这碗是啥物啊？哦，讲到这，你是要教授，你世界上，我甲你介绍一个，这个你竟然毋捌，这是5星级餐厅才有的呢。有。嘿，你外口迄卤肉饭迄无啦，我甲你讲，你我甲你介绍哈，这叫阿尔卑斯山天然溶血左胺杰利钠球粒御用化果有机柠檬特调水啦。捌你加捌你这是高级的。啊！你看天然的上好。真正真高啦！这餐厅真正无共款。什么代志？干杯！少年人较欢喜。怪怪。来啊！哎，来啊来啊！啊！好，你好你好。这是我总铺师吼，特别为恁制作的吼，这炸鸡，对，炸鸡鸡腿甲鸡翅，吼，特别制我作的。们听过什么叫炸鸡？鸡腿、鸡腿甲鸡翅吼，啊，恁食了了后吼，会使用迄个桌顶的迄个柠檬水吼，洗一下手，安尼较清气，啊嘛较有礼貌。歹势歹势，嘿你都要讲这是柠檬水，嘿啊毋是洗一下手，洗嘿，洗手，哈，你手食完迄油对无吼，来洗一下手，洗手，吼，安尼较有礼貌，较清气。啊，阮遮是高级的餐厅，吼，Thank you very much。泰国的哦。对，高级的餐厅国际化。要洗手的，我咧啉落去啦。我是捌摕阮女朋友啦。无紧啦，无紧。
我是没我爽，跟你爽，洗手我跟你做啦。啊，什么阿豪白苏山，什么的碗糕，什么的龙水，什么巧丽，什么御用柠檬水，洗手的。那是你这叫做阿婆啊，清代安分。安怎？我感觉就好啉的，安怎？无，袂当啉你哈！无我就洗手洗了，搁要啉嘛，安怎？无这段来，还有第二个，这段我无。我来，第二句俗语是安尼，请开始。这款是什么汤啊？这应该唔是汤啦，嘿，我甲你介绍，这款吼是五星级餐厅才啉会到的。喵，嘿，你这样就唔捌。我来讲，伊的名足厉害。阿尔卑斯山天然龙血佐安杰丽娜球丽御用化果有机柠檬水。哇哦，哇，这么高级我哦。啉嘛，你看。哟，继续嘅干杯啊！真卡来，新鲜呐！嘿咩？嘿嘿，啊，天然的上好，袂歹。哎，你来。啊，人家好哎，你好，你好。啊，这是阮中破西特别为恁制作的，迄鸡腿甲鸡翅，吼，啊，迄个豆丁啊，食了了后啊，小姐，嘿，是，你感冒呀？嘿，我感冒，工作较超烦，嘿，工课超烦呐，嘿，啊，食了后咧，你会当用用这个豆顶的柠檬水洗手。洗手，吼，因为你手油油，洗手较清气，吼，较干净，较有礼貌。迄是阮高级餐厅就是安尼，Thank you，洗手，嘿，洗手嘿，安尼，Thank you。哎，是等下，阮女朋友若爽哦。你洗手会使啉？做到洗手。你朋友也对我做起头。赶快的意思，什么咧？阿豪贝斯山龙是什么巧丽专用柠檬水哦？你真正是囡仔穿大人衫。好，主要这个经验，咱有讲过两句俗语，第一句叫做阿婆穿戴安分，第二句叫做囡仔穿大人衫，就是讲伊拄啊。把这个柠檬水当要洗手的当作是汤，安尼甲啉落去，这个情形俗语是形容起来阿婆啊穿戴安分，也是囡仔穿大人衫，对谁才对？认为讲阿婆啊穿戴安分的举手，迄边规道拢讲阿婆啊穿戴安分，所以你两个是见囡仔穿大人衫，是安那？无啦，我选阿伯好啊。你试过我拍片？我雄雄啊，看者想应该是阿伯穿戴安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毋捌用过好米。阿婆是袂使穿名牌的。伊会使穿，不过伊无定定穿，所以穿起来就是无迄个斑。你解释听得怪怪啊，吼！啊，你解释啥啊？你讲囡仔穿大人囡仔穿大人衫，假鬼假怪，毋捌，根本毋捌，伫假熬，假熬，嘿，感觉足熬的，家己足熬的，哟嘿，其实无半步，嘿，所以戆戆，恁朋友是安尼嘛？我是安尼，你讲迄假鬼假怪啦，吼！啊，你讲迄是，阿毋捌用过好米。恁的意思是安尼吗？差不多啦，就是阿伯袂晓穿起来嘛，感觉怪怪。 OK，老师有你咯。早期哦，咱对女性身材的形容是安那？第一腰束、内仆、尻川定酷酷。哦，所以讲这个重点。阿婆吼，讲实在年纪较有啊啦，已经自然下水啊，所以无需要穿戴安分变做惊开婆龙安尼啦吼，那啥意思吼？所以叫啊袂仆。假仆有知识就会仆，啊若无知识就会互人仆，所以唔通假熬啦，吼，叫袂仆假仆。啊若囡仔人穿大人衫，因为遐伤大叔。啊大叔就起来换啥讲啊？美国西装大叔嘛是大叔，对，所以需要添。所以这条答案应该就是
未仆假仆，阿婆请戴安分。刚刚你唔对呢？系啊，正常啊。啊，我就细汉穿大人衫。哦，好，安就来，大家拍波鼓就来。人之说文真趣味。今仔日这篇看起来是，呐，嫁啦、娶啦，所以是嫁娶，所以男女拢用得到。会使。真济拢啊，咱咧讲什物嫁着好翁啦，娶着好某，一世人，什物一个某，什物，这有诶无？我斗起来，这个翁我感觉怪怪，翁敢若正确的写法，这有请专家啦。翁安尼敢对？翁这个翁是无性命的，布袋戏翁啊。哦，用这个翁，啊那恁翁生无可能是无性命的。啊若有性命，咱来用倒一翁。翁山嘛往生啊。哎，对啊。哟，哇，系啊，呢，翁生，翁山一字就对啦。对，伊这是有性命的。哦，啊，某咧。某哦，真正是这字。嘿，翁某，翁仔某裤大甲小廉。嘿，哎呦，结果学着啊吼。哎，翁某是安尼写的，谢谢老师哈。来，现在要来开始了，来，我看安尼啦，查某应该读嫁翁，迄个啊，中这位女性，好，你先读，请。嫁着顾啦翁，个人换的翁，顾啦，嫁着顾啦翁，当心地夫三五冬，嫁着煞着。这不是嫁着这不是病哦，这不是一种病哦。嫁着煞着翁，煞着你翁定拢空空，嫁着老麻翁，心像亲像爆米香。心爱哦。这位娃娃好无？娃换你娃啦。。嫁着骨力翁，同心一夫三五冬。哟嫁着三只翁，哟哦，米空定定拢空空。哦，嫁着罗麻翁，心脏参像爆米香。嫁着拍篮球的翁，怕心脏参像无心脏。你差小看啦。是啊。哦，这是种嫁着无共款的翁的感觉，但是是正确的，咱等下请老师哦，来换迄个班长哟。来。哦，这句讲我的心声，带着水水某，规汉免困免穿裤，闺蜜好哦，无？闺蜜啦，闺蜜，带着贤惠某，较好衫的天公祖，嗯带着赤查某，亲像野熊又野虎，水哦，野熊难念。阿婉啊，哎嘿，来你起来来，好，互你有 tempo， 1 2 3，加油！哎，带着水水某，嘿啊你规暗免困免穿裤，我咧带着贤惠的某，嘿，较好衫的天公祖，带着赤查某，耶亲像野熊又野虎，小可有差小可啦吼，尤其这动心地府吼，这款物件较文言些。老师麻烦你讲正确点者，来请了。这足侪你唔对呢。我唔对，哦，嘿请改。哎呦，普通咱敢会动心啊？共心，应该爱共心，港心，哇港对不对？心，共心，港心。这字的嫁着迄两字吼，怪怪字吼。散架哎，对啊，散车应该安怎写？啊，散哦，散你会当散家，嘛会当散车，散车。哦，善假，散哦，架，第二这两字哈，讲美人定定定定，定定，应该是安那？一定的定吗？哎呀，你输赢这厉害！哎，定定，你嘛当讲定定，老师教的好，哎，嫁着罗马翁，心中想咧，来，我哩嘞，我哩嘞，我哩嘞，像咧，想咧，是嘞，爆米香，爆米棒迄是爆炸的爆，啊那爆咧，嘣，哦，就嘣两声的嘣，规爆，爆米香，米香，啊芳，迄个是香港的香，吼，啊芳咱普通用怎？芳香的芳，哎呦，芳，哎，爆米芳，哎呦，啊带着水水某，迄个水嘛唔对，水怪好笑，啊来，哎，水够白的你，哎呀，
夭寿厉害，哦，第一对水，水。哦，水不然女性咱有分三级啦吼，哦，水不如娇，娇不如姣。是，还佫有唔对的所在无？来，带着水水某，迄后壁迄句限制级较毋好啦。是，所以咱这咱甲改一下吼，伊是哦，爱情裤，认真拍拼袂艰苦，好毋好？认真拍拼袂艰苦，会老记哦。师教教的啦，哇因为迄句话吼，讲实在较无适合啦吼。啊，就带着贤惠某，较好三个天公作，伊较好吼，较好是用倒是较好，就是比较的较，较好的较，较好。教哇，这安尼较好文字三下吼，下嘛毋对。三个三迄里咱会读啥？国三国，咱是讲个性，个性，对不对个性，所以若要下应该用这里吼，有三个吼。带着赤查某，亲像掠hình又掠好，又掠好，较无像咱台语话，咱讲是掠hình，哥哥掠好，来个也好。一个手，所以老师你安尼今仔甲咱讲真济吼，阮会当了解国。这是对嘛？对，对吼。迄倒迄低倒，迄里是倒，毋过咱是讲带着加着，啷个呀？嘿，像我去互碰过三着，吼三着，爱着，吼。哇，所以规排拢爱改了，规排拢爱改，嘿。还有耶，正确的哦，嘿，点破的哦，来，嫁着骨力翁，嘿，共心致富三五档，嫁着善食翁，嘿，美人定定刀空空，嫁着罗马翁，嘿，心中想咧爆米香，带着水水仔某，这几嘛毋对，几吼应该是咱用圆规，啊，规个，整个甲包起来，所以应该是圆规规矩的规吼，带着水水仔某。规暝免困免不，认真拍拼袂艰苦，叫我带去啊啦！认真拍拼袂艰苦，带着贤惠某，较好三个天公作，带着赤查某，亲像掠hình过掠好。好，老师请。多谢。来，各位同学请站起来。哎，来，这句会记哦，这句都要改做认真拍拼袂艰苦，认真拍拼袂艰苦会记哦。来，做回来，老师卡位。嫁着骨力翁，嘿，共心致富三五档，嫁着善食翁，嘿，美人定定拢空空，嫁着罗马翁，心中像咧爆米香，带着水水仔某，认真拍拼袂艰苦，带着贤惠某，较好三个天公作，带着赤查某，亲像掠hình过掠好。嘿嘿嘿嘿，感谢大家，后回车继续去看画山画水画玲珑，谢谢。台语听起来就舒服，就亲切，所以呢，我感觉我转去，转去阮兜了后呢，我要好好的，好的是啥物咧？我要好好的看这个碰过的这个节目，好好来把台语学好。本地呢，我咧外口讲哦，都足顺的，大家拢讲哦，你台语哪会遮敖啦？结果来到这了，发觉我的台语够喏，有够难喏。所以以后呢，麻烦大家哦，加加。互我来上节目，我嘛毋知我咧讲倒一个语言啊。好了，多好我有来哈，我会进步，搁进步，再进步，谢谢大家。